观众朋友，五日节特别高啊，也猪肉的需求嘛，都来增加哦。不过呢，宜兰的猪肉刷讲无够，5月14，猪肉10公斤拍卖这个价销呢是超过100块，100块是全国第2贵的这个价销。也肉肉市场明仔载临时宣布讲要休市，肉商甲消费者是拢受到影响。县政府是表示讲哦，已经有请中南部、花莲甲大同来协助提供猪肉稳定价销。 伫重量磅刷入去拍卖场，马上开始出价。啊，毋过5日之前，依然因为猪无够，猪数价销真悬，每公斤猪的拍卖价100外块。就算讲，这消费者买的肉需求，就应该是较有欠一丝啊。猪肉商烦恼伫价悬，猪肉买起会受影响。根据跳蚤行情资讯网的资料，各县市14猪仔的交易行情，新北市每公斤97.99，云林县每公斤95.61，高雄市每公斤97.91，宜兰每公斤100.51块，敢若比偏湖县较俗，排全国第2悬。 你看我今天做水饺一定要绞肉啊，是，对不对？啊，所以这么贵，你们就不买？少买一点啊。贵啊，拢万外啦，100公斤拢万几块啦。宜兰肉片市场因应猪肉欠缺，嘛临时宣布明仔载也甲6月13、20、27休市。县政府表示，今年因为春节期间，猪仔囝因为落下病的影响，致使5日节期间，全国猪肉拢欠缺。 宜兰当年拍卖9万只猪，差不多有4万只爱挖靠中南部送来。透过这个畜产会的一个帮忙哦，那寻求这个台糖的部分哈来协助了哈。县政府表示，因应5日节猪肉的需求，已经积极甲中南部、花莲这县市的供应商调猪肉，并寻求大糖的猪肉供应，希望稳定猪肉的价销。公司新闻采访报道。